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少女乾坤，我係賢沛師傅。今日我哋嚟傾一傾12生肖2026年新曆6月，即係農曆嘅甲午月嘅月運勢。2026年甲午月嘅時間係由新曆嘅2026年6月5日芒種開始，到2026年7月7日小暑之前結束。呢段時間就係命理上邊嘅甲午月。呢集影片係分享各個生肖嘅整體月運勢，係賢沛老師嘅用心製作嚟㗎。除咗有充實又實用嘅內容，仲有好暖心嘅建議同埋祝福嘅。請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喎。喺進入正題之前，請各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，點開小鈴鐺同埋全部通知嘅選項，咁先可以根據運勢嘅走向，及時調整你自己，趨吉避凶嘅。如果睇完之後覺得啲內容對你有幫助，亦都請你可以分享俾你嘅親朋好友嘅，等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可以提前做好規劃同埋準備，迎接新嘅一個月嘅來臨。要知道分享善嘅知識其實都係一種布施嚟嘅，可以為你種下善嘅種子。接落嚟我哋就正式進入甲午月嘅生肖整體月運勢。屬雞嘅朋友，甲午月一到，你就會感受到一股從天堂跌翻落凡間嘅劇烈能量轉變。回顧翻上個月癸巳月，大家係咪仲覺得嗰種順風順水嘅順暢感呢？嗰個就係自由半合金帶嚟嘅貴人能量，等你喺合作裏邊輕鬆前行。而今個月能量場就會從平坦嘅高速公路突然間轉向，開入咗一條充滿內心風暴嘅崎嶇山路。甲午月帶住非常強烈嘅55字形能量，猛烈咁樣衝過嚟，焦躁、內耗同埋自我懷疑會成為今個月嘅主旋律。更加關鍵嘅係，上個月嘅貴人能量今個月完全消失晒，外部嘅幫扶減弱，但係內心嘅敵人就變得好強大啦。接落嚟就等賢沛師傅同大家深入剖析呢股燥熱嘅自形能量下邊，屬雞嘅朋友應該點樣企穩陣腳，平安過呢個充滿挑戰嘅月份。第一，事業同學業，從團隊作戰到單兵作戰。首先係事業同學業，上個月因為自由半合金帶嚟嘅團隊和諧同埋貴人扶持，今個月就會被徹底打破。今個月嘅能量關鍵詞係獨立應對。過去團隊合作嘅順暢模式會被強制切換成單兵作戰嘅困難模式。你會明顯感覺到之前嘅盟友或者合作伙伴，而家可能因為自身嘅事多而唔得閒理你，需要你自己擔起更加多嘅責任。更加大嘅挑戰嚟自於55字形嘅氛圍影響，你會發現團隊嘅氣氛變得非常焦躁，同事之間可能因為壓力而互相卸膊，甚至為咗小事爆發情緒化嘅爭執。項目可能會因為關鍵成員嘅內訌而停滯不前，你大量嘅精力都會被消耗喺處理人際嘅摩擦上邊。今個月嘅策略係降躁求穩，專注自身，迅速調整心態，意識到必須靠自己嘅實力喺辦公室裏邊保持低調，唔好參與是非，用穩固嘅實力對抗暴風雨係最強嘅護盾。不過呢，各個五行屬雞嘅朋友狀況就截然唔同啦。比如身強嘅金雞，今個月官煞為喜，事業藍圖清晰，容易受到賞識同埋重用。但係身強嘅火雞就係比劫過往為忌，面臨劇烈嘅內部競爭同埋排斥。你係升職嗰類定係俾人鬥嗰類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個 link， 睇睇你屬於邊一種。第二，財富運勢從合作生財到保守防禦。喺財運方面，上個月合作生財嘅擴張期已經過咗啦。進入甲午月，財運嘅主題就會急轉為保守防禦。過去依賴人脈同埋合作帶嚟嘅財源會感到明顯嘅收縮。今個月真正嘅財務風險唔係市道唔好，而係嚟自你內心嘅心魔。55字形嘅能量會引爆你嘅非理性衝動消費同埋高風險嘅投資決策。你可能會因為心情煩躁，靠瘋狂購物嚟尋求慰藉，搞到情緒化嘅消費大爆發。喺投資上邊，你更加容易俾市場嘅焦慮氣氛感染，作出追漲殺跌嘅衝動行為，自己挖咗個財務坑，自己跳翻落去。所以今個月嘅理財策略係現金為王，拒絕衝動。賢沛師傅建議你制定嚴格嘅預算，投資上邊唔該採取最保守嘅態度，靜觀其變就係最好嘅策略。同時呢，要警惕親朋好友因為情緒勒索而發生嘅借貸關係，學識婉轉一啲嘅拒絕，先可以守住你嘅財富。
不過咧，各個五行屬雞嘅朋友面對嘅狀況就好唔同啦。身強嘅水雞今個月食傷生財，財運亨通，正財偏財都 OK 嘅。而身強嘅火雞就係比劫奪財，好容易因為朋友或者攀比而嚴重破財喎。你嘅破財陷阱喺邊度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個 link，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三，感情運勢從和諧甜蜜到內心交戰。講到感情呢一邊，上個月嘅自由半合帶嚟嘅和諧甜蜜已經唔再有噶啦。感情方面就會從一池春水變成一座隨時都可能爆發嘅內心火山。今個月感情上邊最大嘅敵人唔係其他人，而係你自己。五五字形會等你嘅情緒變得好敏感、多疑同埋反覆無常。對有伴侶嘅朋友嚟講，你可能會無緣無故咁覺得煩躁，將工作嘅壓力發作喺對方嘅身上。甚至因為一句無心嘅說話而無限咁上綱上線，引發信任危機。呢種自己同自己過唔去嘅狀態會搞到個伴侶好攰嘅。而單身嘅朋友就容易跌入自我拉扯嘅困境。一方面咧好渴望愛情，另一方面咧又俾啲無啦啦嘅自卑同埋不安全感罩住，最終因為猶豫不決就錯失良機啦。今個月嘅感情功課係自我察覺、溫和溝通。當負面嘅情緒嚟嗰陣，先深呼吸，提醒下自己，呢個係自然帶嚟嘅影響。同伴侶溝通嘅時候，多啲講我嘅感受，少啲講你嘅問題。不過咧，各個五行屬雞嘅朋友面對嘅狀況就截然唔同啦。同樣係單身嘅女性，身強嘅金雞今個月官殺為用，桃花運好旺嘅，容易碰到條件優秀嘅正緣。但係身弱嘅金雞就係官殺為忌，遇到好大可能係自帶壓力嘅爛桃花。你嘅桃花係正緣定係爛桃花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個 link，睇睇你係邊一種。第四，健康運勢從能量平衡到心火示警。最後講一講健康。入咗甲午月，你嘅健康儀表盤就已經亮起紅燈啦。一定要高度關注由心火同埋情緒引發嘅連鎖問題。屬雞五行係酉金，甲午月係極旺嘅火，形成火泥克金嘅格局。更加棘手嘅係五五字形，又等呢把火燒得又猛又唔穩定，直接衝擊你嘅身心。身體上邊要特別警惕心血管系統嘅問題，比如心慌慌啦、胸悶啦、血壓唔穩啦，同埋各種上火嘅症狀，比如口腔潰瘍啦、皮膚發炎、喉嚨腫痛嗰啲。更加重要嘅係心理層面，自然會帶嚟巨大嘅精神壓力、焦慮、失眠。呢種心理上邊嘅劇烈內耗會嚴重消耗你嘅元氣，形成心病，引發身病嘅惡性循環。今個月養生嘅策略必須係由心入手，清熱降火，精神減壓係第一要務。飲食上邊一定要清淡噃，多啲食雪梨啊、百合啊呢啲白色食物，潤肺養肝，仲要保證足夠嘅睡眠。不過咧，各個五行屬雞嘅朋友面對嘅狀況就唔多相同啦。身弱嘅火雞今個月得到木火生助，一掃頹廢，精神飽滿。但係身弱嘅水雞咧，就係木火泄身啦，就好似水分俾個太陽蒸乾晒咁，精力嚴重透支。你嘅健康問題喺邊度呢？撳一撳置頂評論個 link，睇睇你係邊一種。以上就係今個月嘅整體運勢分析。但係賢佩老師要提醒你，同樣嘅一個生肖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嘅運勢咧，完全唔同嘅。而身強身弱嘅差異更加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有人今個月財運爆棚，有人反而要打一場能量保衛戰噃。你屬於邊一種呢？可以撳一撳評論區嘅置頂鏈接，填寫你嘅生日，我就會同你計出你嘅專屬五行生肖同埋身強定係身弱啦。而且會話俾你知今個月嘅特別注意事項，知道自己嘅五行同埋身強身弱，先至可以真正好好利用今個月嘅月運勢㗎。希望對你有幫助啦。我係賢佩師傅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